大家好啊，Uncle J 北美生活介紹北美生活個慳錢方法。兩部車一年嘅保費係5500蚊，保險公司當係韭菜咁樣去割。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嘅保險而家一年係幾錢啊？Oh my god！唔玩套路，直接翻台。难办啊！我操你别办了！喺加州係合法嘅，有90%嘅人唔知道點樣操作。傳統保險花大錢養保險公司，新模式保費直接慳20%到40%。如果你而家喺保險公司嗰度買緊個係富維嘅保險，1000蚊，咁你如果改咗個溫尼咧，大概係500蚊，咁剩低嗰500蚊咧，你就攞20%嘅錢放喺個新公司，咁剩低20%嘅錢咧，即係100蚊，咁剩低400蚊咧就喺你賬戶嗰度。咁如果佢呢間新公司嗰度咧，其他人有意外險咧，就喺你400蚊嗰度扣啲咁扣。係咪點樣扣咧？到半年之後咧，應該都仲有200蚊剩嘅。佢呢間新嘅公司咧，入去需要條件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商業嘅車唔收，即係例如咧就係好似開 Uber 啊同埋 Lyft 啊嗰啲。第二個咧就係9座以上嗰個客車咧都唔收。第三個咧就係良好司機。如果你有事故或者1分2分喺個身度咧，佢又唔保，所以佢就係喺入邊全部都係良好駕駛記錄嘅司機咧，個意外咧發生率就少，咁大家賠嘅錢就少啦。咁你只需要打電話去你個保險公司，將全保改為做擔保，咁就得㗎啦。介紹5部車入嚟咧，就獎勵300蚊，咁每一個人咧都獎20%嘅錢。如果你覺得我喺度吹牛嘅，入群了解更多嘅消息。